因为即摆喙暗是真歹买，所以有袂少人会用布套甲喙暗包起来，避免即个烂手直接去稳着喙暗，安尼喙暗会当用较久。苗栗做裁缝的业者，最近这3礼拜就接到1万外笔的订单，拢要来做布套，大部分拢是学校来注文的。另外，嘉义大同技术学院的师生嘛赶工做1000个喙暗的布套，免费送予社区的乡亲。先量好寸尺，将布料挖落平，剪裁填好了后，会当延长喙暗使用期限的喙暗套就做好啊。这个口罩套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功能使用，我们可以去洗，因为现在像这一种医疗口罩或者活性炭的口罩，很抢手买不到。那我们假如做一个套子，我们洗的时候只要洗这个布，都可以多这个活性炭的这个口罩就可以多使用几次。最近市面上看到这种喙暗布套，会当减少喙暗表面直接去绑着喙烂。苗栗的裁缝业者最近开始研究适合医疗喙暗的材质，因为学校就要开学啊，订单增加到1万笔，3名裁缝师全力赶工。最近大概2、3个礼拜以前，我们就接这个订单，做到现在大概2000多个。另外，同款的喙暗布套，嘉义大同技术大学的师生嘛有赶制1000个，免费发送予社区的民众，一个人2个，希望会当帮助喙暗无够的人应急使用。